星光本讀，罷免提議實在蠢，必須支持特朗普留任。作者李嫣。最近呢，美國好忙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呢侵略伊朗，一開始就轟炸學校，導致大量嘅平民死亡，仲威脅要消滅伊朗嘅文明。美國民主黨多名議員呢就呼籲引用美國憲法第25條修正案，罷免總統特朗普，因為覺得呢佢唔適合擔任總統嘅職務，批評佢正在威脅進行種族滅絕之旅。先唔好講罷免嘅柴娃娃，呢種覺得罷免咗特朗普就等同解決問題嘅政治邏輯，或者純粹係彈劾對家嘅總統，等到自家陣營攞分嘅政治心態，先至係美國政治專挑政治堆填區備用品嘅主因。黨爭誤國，無能嘅總統亦都誤國，瘋狂嘅總統更加誤國。當美國嘅政治制度得返嗰啲人形政治炸彈嘅時候，美國點會冇事啫？罷免提議唔係遲來嘅醒覺，而係死到臨頭仲要顧住黨爭嘅愚蠢。唔好因為特朗普話要令到伊朗嘅文明滅亡，你先至覺得佢有問題，先至擔心佢瘋狂、危險、精神錯亂，唔應該掌握核武器嘅密碼。其實早喺特朗普向世界各國加徵關稅，引發環球供應鏈問題，早喺佢公然欺壓哈佛大學等等嘅大專學府，早喺佢用爛仔嘅方式處理非法移民問題，早喺佢不斷向盟友開刀拆散美國聯盟，早喺佢派兵擄劫其他國家總統嘅時候，美國人就應該要醒覺啦。早就有無數嘅機會等美國人發現特朗普係喪心病狂，但係美國人呢冇珍惜或者扮睇唔到，直到見到呢佢可以派兵隨手殺人，威脅消滅人哋嘅文明，你哋先至忽然驚覺特朗普有問題，唔係笑死人咩？都係繼續支持，亦都必須支持特朗普留任啦。佢嘅存在係有現實意義嘅，因為只有呢種睇嚟極端，其實必然嘅人存在，佢俾世人認識到點樣嘅選民心態，就會選出點樣嘅靚橙。選完之後，咪要承受佢為你帶嚟嘅政治問題咯。fair 而合理。美國人行好，政治催眠自己，下次選總統嘅時候呢，唔好再諗住揀個講嘢好似好好笑，或者肢體語言好多嘅，唔該揾個性格正常噶啦，正常嘅就得噶啦，我哋會同你講聲多謝噶。